嗱，我後邊嗰個美麗華酒店咧，以前就係樂宮戲院，喺1952年開幕，去到1973年咧就結束嘅。佢最巴閉嘅地方就係曾經裡面有1700幾個位，係好大，依家都唔會有㗎啦。樂宮戲院咧有一樣嘢咧好有趣同埋好有名嘅，就係佢有個早場。嗰早場咧專係咧播映嗰啲咧由啲外國文學作品改編嘅西片，所以咧吸引咗好多當時嘅文青咧嚟睇早場嘅。樂宮戲院咧曾經咧飛升國際，有一件事好轟動全球嘅，就係1964年 Beatles 嚟香港做演唱會，係唯一一次第一場嘅咧，就喺呢度樂宮戲院裏面做㗎啦。呢度嘅戲院樓上咧有間京菜館，係叫樂宮樓，係非常非常之咁出名嘅，好多大明星都喺度食飯。我都跟我老闆羅維咧就嚟過呢度，見過好多大明星，就係呢一度啦。依家咧我就喺咧尖沙咀彌敦道同金巴利道交界，後邊呢一度咧就以前曾經可能係咧一間戲院，就叫做 Kowloon Theatre， 喺1921年6月開張，咁啊就去做咗年半嘅啫，就去到1923年嘅3月咧就結咗業啦。咁係冇乜資料嘅，我哋好難先揾到一個廣告。當時有聲電影咧係好新嘅事物，所以就會有好多外國人咧嚟呢間 Kowloon Theatre 睇戲啦。嗱，呢度咧大家見到係美麗華廣場啦，以前咧上邊就有個美麗華戲院。咁美麗華戲院咧，除咗喺呢個金巴利道可以上之外咧，就可以喺前邊彌敦道美麗華廣場嗰度上嘅，喺3樓。美麗華戲院咧係州立院線嚟嘅，佢第一套戲咧就喺1993年嘅時候上映，叫做《黃蜂尾後針》。咁州立咧營業咗10年，去到2003年咧就結束，從此咧呢間戲院就冇咗啦。嗱，呢一度咧就係嗰條電動樓梯，就係以前係上美麗華戲院嘅。我哋通常咧就喺度睇午夜場，就由呢度上㗎啦。以前嘅美麗華戲院呢，就喺個商場裏面嘅，
除咗喺嗰條電動樓梯上嚟之外咧，我哋可以喺商場呢個正門咧上去嘅。華茂廣場以前咧就一間華茂戲院，佢喺1987年嘅時候開幕，就去到2013年嘅結業。咁華茂戲院有趣嘅地方咧，就係佢曾經咧就開咗3條院線嘅，就每個院線嘅都有500個位。高峰時期咧就間到咧係6個戲院嘅。華茂戲院正正就喺尖東最旺嘅一笪地方，咁佢又好誇張嘅，佢可以咧上映嘅戲咧，除咗午夜場，佢仲比午夜場更後。我記得去到2、3點，佢仲可以再上映多場戲嘅。華茂戲院有個特點嘅，就係我哋好多首映咧都喺嗰度做嘅。點解會喺嗰度做咧？因為佢喺尖東。又方便，隔離咧有好多酒吧或者好多食肆。我哋咧睇完午夜場，我哋咧就會去嗰啲食肆嗰度咧食埋宵夜先走，咁啊方便我哋嗰啲大明星啊、大導演唔會走嚟走去。好可惜，就因為尖東夜市嘅萎縮，同埋加上影業個經營困難，佢就喺2013年嘅時候就結咗業啦。如果大家喜歡呢條片，記得訂閱同撳鐘仔啊！